自从来了县等到娘，每日天夜里一起来3趟，搭里到摇花年不食。转来谁当我讲，实在不来，瞎子还送带红地油去。再干注意法，马上手进绳子一般，现在先去打烊，养来有带着。这栋楼呢，就是我们的护理院。不累，是2个人一起住的。对，2人间没有单人间的啊。那么如果把这个房间都包下来，可以的。护理院其实就跟医院的病房差不多了，是吧？比较接近。护理院的话，那个6000到9000一个月。要不要交押金的？2万块。我的疑问呢，就是2个不同情况的人怎么去共处一室呢？他们就是给你排床位，尽量肯定科学合理的排。具体块啊，你一个孩子会得一个毛毛生生的人住了一台，你阿公的退休工资5000块，上司生活1岁，所有的积蓄来再把屋里向的3倍坑光脱着，所以想要住到埃个地方来，每个孩子起码会有5000块的缺口。后旅游出来，一花花单子手新出，40年前落地的辰光，随便哪副想着，原在1日会得成为工业园区最窄的山区。有人讲是因为园区到市区政策不同，阻挡住首新村成为第2个南关新村，原地出现的步伐。甚至还有人讲，南关这种新房子，首新村翻的，那个谁是7发上8弹，讲8弹数一天数高个翱翔，这个路道的高台。山里缩了个好气，最可怕的是埃点楼房里向会有成千上万像你阿公一样的懒人，因为没地址，只还年复一年的蹲辣阳台浪向，从挂了海个口当缝缝里，茫茫外头个世界。如果硬劲铲子一下来，那么横了海个人分烟气，住了海个人已经呆住下来着。南关新村的电梯声音再能难响，至少可以让一部分人身上的懒人头气名正言顺的释放弹公共上锁。听说首新村也出现着，不晓得是房产中介的炒作，还是山区居民的错觉。毕竟每日天从那种楼台里向进进出出，心理素质再强大的人，还有神经错乱的可能。哎哟，辰光差不多了，现在我要赶到大润发门口头，等朋友来接我，一台去吃一到西。乘着2台公交车，大润发边浪的东江新村待着。哎哟，1年不来，那2旁边的门面侪关脱只脚，横看是看开了海的不满1/3。想当年虽然地浪欧苏王雷，厕所吹气熏天，代表个人丁兴旺，川流不息。现在地浪干净着，厕所还铺着红地毯，谁是人没着，烧个大地。开至1个半钟头，吃1到西的地方待着。分在1到西啊？哎呦！我为大家分时间来吃1到西嘞，兔仔的红山肉难三个，吃不吃了3头是打子清蒸鱼头呀，那个菜都不够啊，一点侪是我欢喜吃的菜呀，哎，你哪晓得个啦哈？啊？你哪晓得我欢喜吃的啊？我肯定老爱吃的，而且来看见2个人长个大头子，放在上来之后2人3只海。你辛苦呀，你是劳动人民。哎，但是呢，舅舅我哩，啦，那么那个你舅舅啊？那个你是管你呀吧？那个侬娘是吧？那个你娘。哎，但是苏州最南面的山镇大牛，牛在兵部侍郎刀金本事故应局的地方，门禁大火后处去，唯有牛头活死来。